讲到这对流的分系呢，是直直的发展。来看这中环呢，今仔日早起是来上大雨，鹿港复兴呢，这个所在3点钟来是落一200毫米的雨，这已经是大水雨的等级啊。也那天气局嘛是同款，因为这水消透袂离，所以庙埕呢是淹过脚头污。 大雨落袂煞，中华西北顶部上大雨，侪侪所在背负排水、拢淹水。鹿港老街附近水嘛淹甲真严重，店家无法度做生意，为咗民众嘛唔敢骑奥多摆，拢用牵的。你真用牵的？我骑奥多摆，你摆拄着水淹咱快，点食多20万，用摆水啦。 除了街路积水，鹿港天后宫嘛淹水，庙埕前甚至水淹超过脚头区，天公路的路骹嘛拢浸伫水底。主要是早上的部分的话是强降雨，所以突然间的那个大雨雷雨的部分的话宣泄不及，所以才造成这样子的一个淹水现象。目前对流包在近海，然后移进来之后，造成其实是台中跟彰化比较明显的下雨。那这个不稳定的天气呢，其实不仅仅只有今天，一直到11号。 气象署表示，中华西北顶部、伫鹿港、埔盐、秀水、河米、丰原等侪侪乡镇3点钟内拢落超过100毫米的雨，甚至福兴乡落超过200毫米，已经是大雨雨的标准。气象署嘛提醒民众，安尼无稳定的天气会延续到拜5，民众爱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。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。